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往上打扶手。網上唔使 OT 嘅。OT 啊，需要上堂。咩 OT 啊？咁我有得上加班㗎 OT 就係咩 OT？加班。上堂啊？係啊。咁我上有冇申請學生優惠嘅？我都想。我都想搭車聽。你申請啦。我話佢會睇下我 DSE 定係 A level 我 DSE 邊邊係喎上，我哋網上係考17年啱我做唔係考科舉嘅咩？係你俾10年8年我背翻嗰個8股文出嚟。點解唔考科舉咧？當中實踐嘅大學科舉13年。你 DSE 數學方面 DSE 數學你話唔識你有考幾次㗎？我第二次我自己唔發現。你考2次 DSE？淨係數學第二次係幾多啊？我第一次5星，第二次5星星，考5星要失咗。幾時攞5星星啊？等你哋好，攞唔到你請食飯。唔係補翻書，我想咩叫做你數學考5星失咗手？睇錯係我。咁我5星星嗰個係咪冇分㗎？接近咯，未95%。哇，好勁你數喎！學咁勁嘅？咁佢又唔平，佢就唉，佢唔坐喺度啦，佢數學我幫你揀填。好，數學考5星星之後做2次。唔係，有幾係？咁你中學腰星星，我識咗學校啫。你英文咧？腰星星。三啱先揀咩科嘅？咁你選修科係選修科？MQB 即係 CAM 同埋 drama 4科嘅。因為我讀 SXE 唔係邊間中學？邊間中學？港島區㗎嘛，港島區。即係好勁啊！你係有話咩話？有冇攞2啊？實MQ 話有科住咯，有科分有攞，但係好想拉翻。咁有冇科係最接近2嘅？中文英文咩？係呢啲咯，最驚呢啲。幾多個5星星啊？得一個5星星。哇！你有幾多粒星？我真係傻。3粒星。個個全數。即係 MQ 5星。有幾多星啊？唔係咪而家話？所以而家再考到幾多啊？嗰陣時 MQ 5星幾多 50%。之前唔係我啲先嘅嘛，之前50%，因為我都未接放。50%咁50%咁我唔使讀啦，咁我唔使我前一個 DSE 前一個咪10蚊攞到5星星。